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前新竹市长林志坚，因为论文风波一直在滚价，昨宣布退选桃园市长，换立委郑文平代替出战。今仔日林志坚、郑文平甲现任的桃园市长郑文灿做伙去公庙拜拜，三个人徛讲台，展现拼赢选战的决心。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犹原甲论文风波架条条，至于郑文平进前直压林志坚，选民拢看在眼内。 因为论文风波，民进党前新竹市长林志坚昨宣布退选桃园市长，改由立委郑文平出战。13郑文平参现任市长郑文灿到桃园民论三圣宫参拜，林志坚要员做会出现，强调离开选战是为了保卫家己的清白。我是先发的这个投手，他受了伤，在这个教练团的一个这个指挥之下先行下场。 但是我们有王牌的这个中继投手运鹏上场，我们也是在很不舍得的心情之下，然后我们也让林志坚市长来专心捍卫他的清白跟他的权益。林志坚退选的消息来了真紧，壁顶林志坚的宣传布棚拢也袂赴跳落来做替换。郑文灿强调，民进党的桃园队是有韧性的团队，会快速变换选举策略。 三个人嘛批评对手提不出正经句话，敢若利用论文案来抹黑，包括国民党参选人张善政、民众党参选人赖香玲，嘛随个镜头转向郑文平。郑云鹏委员真的是临时被赶鸭子上架，他过去一直帮林志坚市长辩护、护航、背书。 所以我还是问那一句，他哪来的信心？一昧的替他圆谎，桃园乡亲自己心里面有把尺。民进党关爱府伫9月初2候选人登记结束之前换将，通市长沙卡都选战局势，搁再出现新的变化。记者郭文祥随桃园报道。